来关心屏东县雾台乡的飞龙水墙。顶礼拜六有一阵10个人去爬溪，因为溪水岔漏，有4个人被水呛去，1个人当场死亡。昨找到2位受难者的遗体，目前这桩意外造成4个人死亡，1个人失踪。飞龙瀑布意外第6天，25几位搜救人员伫咧爱寮北溪达来桥顶的老虎群搜寻，并且用空拍机伫咧北壁瀑布附近的天顶向下卡翕。早起10点36，敢若发现2具遗体。10点36分，经比对影片，我们发现百米瀑布下有第二个深潭的地方拍到有疑似大体。那我们到12点20分经过我们搜救的人员到达现场，于百米瀑布的下第2个深潭我们搜寻到2具的大体。搜救人员先将一男一女2具遗体送到一人吊挂的所在，申请空军直升机吊挂，送到屏东县长治乡特殊大队，由检警相检确定身份。屏东地检署伫咧25晚完成相检，2位死者分别是27岁姓陈的女子，加35岁姓吴的男子。将会人工解剖确定死亡原因。到目前，这件意外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，1个人失踪。只敢若剩27岁姓肖的查甫人也无找到。消防局26会继续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